大家好，这是我画美工，我用彩色铅笔画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画地图，这是我用彩色笔画的。感谢大家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画藏宝图，我用铅笔、彩色笔画的。多谢大家。这是我画地图，我用三角形画，谱形、拿形、加笔形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藏宝图，我用蜡笔画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画藏宝图，我用铅笔甲彩色笔画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画的美工，我用彩色铅笔画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画的美工，然后这是我用铅笔甲笔画画的。我画的是美工，我是用彩色笔画。